今仔日开始上罗马字的即个基础班，我有定定会去上罗马字的基础班，有上过一两个，可能有3个老师，主要是讲我感觉我的罗马字无足熟，而且第即个班，若是罗马字的班级拢会使学着无共款的物件，因为我想讲我的发音就是即个无够在，所以我想讲，若搁基础班找较好的老师会使有一寡启发。今仔日嘛真正知影讲，家己有一寡安怎讲，会听有可能听别人的什物音是我较无内行我较无来，即摆就会使知影讲，即摆基础有啊，就毋免讲遐无用，就是进前就是不时就是爱注意讲，家己的语家己的录音有出来无？搁爱去搁爱去斟酌家己的变调有诶无诶。即摆若基础有在，就变做搁会当学新诶。新诶就是会当学讲，听人诶主音甲母音用听诶加减会当听出一寡美感。以前当然无法度安尼听，实在是有够无用。而且有一寡罗马拼音的班内底同学拢是台语诚老的人就看所在，有诶所在就真正是少年仔会去学逐个程度拢无够好势。毋过若是台语人来学就变做讲，因诶台语词因拢知影嘛会晓讲就是差别就伫即个罗马拼音较无去学伊嘛是会诚紧就捡转来伊就诚紧就会当运用。上就是较硬斗，就是台语亲像我足久来拢无讲。搁罗马拼音毋是讲即个英文即种拼音系统诚知诶人迄就真正学甲亲像我爱学足一摆。迄时阵先生有伫讲有一个可能较少年，伊诶录音就失去啊。我就足惊吓，讲敢是我因为伊诶名嘛甲我共款，有一个字是共款诶。我就想讲，其实我嘛是会要伊讲，我都学遐久哪会录音可能不时就会失去？就是互家己足大诶压力就是望讲，就算无法度讲甲亲像台语人安尼腔口遐顺，有可能有一寡调会安尼行行有无稳定毋过至少希望讲，家己诶录音拢会记一寡台语人伊不时拢会讲华语因为伊长足久毋过因为细汉有伫讲就差诚济，就亲像即摆足济较大度诶思想诶少年仔伊拢全台语，就算是全台语安尼讲出来嘛是比迄台语人搁不时定定伫讲华语搁比因无较占领。当然即就较现实诶问题就是台语人有捌诚够讲就算讲即摆上大部分拢使用华语，毋过细汉诶记忆搁记伫头壳内底，迄种讲话足煞喙迄种能力搁犹原伫咧。毋过就是咱若讲我甲即个大度诶少年仔就算想要全台语讲话足煞喙，即个
经验就是无，都本来都无伫诶吼，即摆讲安尼比吼无法度比，安怎比可能着比输人，着就是莫用比诶，莫安尼比较，莫想讲哪会遐无公平啦，安怎就是人捌讲过10年吼，可能讲甲国校吼，可能读大学就较无讲，因为这渐渐接像即个社会，就发现讲用中文较好讲吼，而且身躯边诶人有可能离家乡愈来愈远啊，有可能就拄着足侪无共款诶人，就较惯势用中文去沟通。毋过因就是有10年诶经验讲甲足煞喙诶经验，我是无即个经验，变做讲就莫自卑莫安尼感觉讲足无公平，有影安怎咧？就是爱靠家己安尼食讲食练，就即马就安尼不时伫遐讲，上好诶方法当然就是就是第一只讲所以这是一个功夫，爱好好做诶功夫。为安怎咧？就是讲你若讲要找一个对象安尼陪你讲有可能一年拄着5届5届就要偷笑啊！就变做讲你要我靠迄个人诶出现我靠讲我讲啊正，就是即个对象诶出现实在是无需要安尼，就是平常时就会使妄练。当然以后有机会拄着即个机会会当加讲，拄着啥物机会就是做爱甲我讲话，而且台语诚老，嘛袂气嫌，嘛袂想讲这台语安怎嘿，即种人还袂出现进前，我就会使妄练，亲像讲心灵即项代平常时就会当练习，用较正面诶思考去想一寡代志，无就是讲用台文写文章诶即个能力嘛会使即马就妄写妄练，毋免靠讲有一天有人要找我去写啥，迄个时阵较开始安尼其实有淡薄仔白付，平常时就爱累积。我爱相信讲有即个家己做成做先诶迄个我实在是有安排。毋过安排迄人还袂出现第一迄个台语伴，做爱甲我讲台语诶台语伴，不时就想要甲我讲足侪台语诶台语伴，还袂出现还袂出现进前。其实我会当讲罔练哪练，无就变做讲爱等若迄个人出现，我就了足侪时间，搁伫遐调整足基本诶物件，可能搁伫练。就亲像讲，有诶人伫咧公司，就定定想讲无替人重视，无替人牵绳，伊就嘛无去进修，互家己搁较甲伊诶剑磨较利。就可比讲我诶旧同事，伊嘛做设计诶，感觉虽然有工课，可能嘛是有替人肯定，较会讲，互即个旧顶司甲伊牵绳去伊新诶公司有甲伊招。毋过咧，伊可能有郁卒毋知影讲有甲时间摕来去互家己搁较进步，应该是有，我看是有。就是举即个例若平常时就怨叹，嘛无较进步，机会若到，伊做即个位做即个技术诶啥物理经理、副理
即个为伊坐起哩变做讲，我哪会2冬啥物拢无进步，无够因变做讲做经理，技术方面的经理，着爱先，爱了可能半冬，甲即个技术豆豆捡转来，安尼着做无彩的，着亲像讲，我即摆嘛是我即摆着猛练，好好练，若到讲有一个人出现即个台语伴，伊着是嘛足孤单，怎甲拄仔好和我有足侪话题讲，嘛做爱用台语来甲我讲话，即摆讲话其实毋免足悬的成本，即摆有即个网络的世界，若2个人有闲，着会使猛开讲，即摆虽讲迄个人还袂出现，毋过我即摆着甲家己练较好诶，即个程度练较深诶，一寡词莫安尼拢用，头壳内底词无够济，拢华语伫直翻，可能着是我一同进诶程度，若拄着这遐好诶台语伴，当然我嘛爱互伊感觉讲，甲我讲话阁诚顺，安尼豆豆仔连起来。所以讲，心灵是啥物意思？意思就是讲，拢有好诶代志，相信有好诶代志会发生。袂讲不时就想讲，哪会拢无好代志？我看是有，因为心就是你若愈相信有好代志，就愈会发生。因为好诶代志拢串好好伫遐，我上要爱诶，其实拢伫遐。毋过变做讲，我若用我家己诶信念讲这袂出现啦，就真正袂出现，因为有出现，毋过我无看着。即摆就是换一个思考诶理路，伊会出现，毋过时间还袂到。有可能有一天无需要迄个人出现，我真做迄个人，我真做别人诶台语伴嘛无得卡。有诶人就是需要亲像我即种，我即摆想要爱诶台语伴，有一天我练甲我变做即个别人诶即个台语伴，嘛无得卡。就是思考拢会当做正面诶，毋免去怨天怨地，去怨叹去抱怨，就是，我即摆就是会当加减找机会，就是讲甲足顺手诶，足顺喙诶，这我做会到，无伴着家己甲家己讲，无人听，其实有时阵嘛会想讲，有一个人、2个人安尼猛听，其实毋免去想这，有人听无人听，其实对我来讲无差，想看觅，今仔若有一个人有伫听，搁安怎加伊就讲留一个话，甲我学落，无就是甲我有意见，建议安尼，其实嘛无啥真正是想要伊即种物件，即种其实我无需要诶物件。亲像讲我若台语想要进步互家己能力搁较好，我会当做诶就是去报名找一个导学上会拄好，去参加读册会，参加啥物马文诶即个念册读册，这我若有做甲无做其实有差别，毋过我着无稀罕，着变做颠倒是讲，我即摆用台语讲入去，有人有看，甲无看其实拢无差，无差诶物件我颠倒着甲伊放大，讲这足重要，这哪有啥物重要？
就算有人听嘛，毋是讲因为我台语讲啊袂歹，有可能就是要看这人是啥物人，就是有足侪原因啦。我嘛毋免，因为有人看，对我来讲真正无差。这就可比讲，今仔日的即个，我若写册囥伫网络，有人看，无人看，有人看我嘛是写安尼，无人看我嘛是写安尼，所以讲有一天我会理解即件代志，我要伊的物件其实无差，我永远是安尼写。毋过有一款物件我无要伊啊，我想讲举一个例，报名啥物班啊，罗马拼音班，有人有报名甲无报名，就差诚济。本地就是讲台语拢一寡音拢无正，伊若去报名，知影有一个概念，豆豆调其实差诚济。毋过咧，这就变做讲，这无啥物稀罕啦。你若有去报名，毋免去排练嘛，毋免去甲人相争。有报名就有，大家咧，大家咧理路就会想讲，这哪有啥？若讲今仔日你做一个科长，科长就变做讲是有人甲你拣出来的，是看你的表现。变做这有一个，就是咱讲的，讲着看着，这个着就是有可能会有可能无，就是有一个几率的问题。这个时阵变做讲，就算讲你做科长，其实拢平平拢上班，其实无差遐济。毋过因为伊是有几率嘞，有可能有可能无，所以大家都做稀奇的。毋过你毋是共款去上班，你有即个态度，甲无即个态度，敢有差遐济？我即马就是爱转变家己的理路，有一寡代志我去做，亲像讲我开始讲台语，其实差诚济。毋过我就想讲我著讲就好啊，这哪有啥嘛？毋是讲大家互我即个机会大家去投票去拣出来的这著无啥。可比讲我去捐钱这捐钱其实有可能是做无共款的代志，做可贵做珍贵的毋是较粗小的毋过你有钱你著去捐这无啥，因为无人会去紧讲敢若你会当捐钱伊袂当毋过今仔日若讲趁钱就有人趁有钱，有人趁无钱就是有即种竞争了后，有的人有得着，有的人无得着，逐家拢会做要伊的。考试有人考调，有人无考调，就感觉讲差诚济。若讲有去报名，拢总拢有逐个有讲这无啥。阮即摆就是即个理路的问题，就看讲这无竞争，有报名就有啊，这就无啥。我看毋是安尼，毋过就是家己的想法去颠担去。过来今仔日阁有一项代志，就是我有去即个军组军组去就是翁有外口有查甫的即个军组我有去遐就是会使知影讲，其实万项代志是一个缘分我就无差，因为我袂去要伊这就亲像讲有的人讲即个军组的主持人伊无考过啥物资格啊怎会使去甲人
自伤吼，都有人会出来挑战，嘛讲你伤费吼，甲真是趁诚济。你若讲要伊讲，我嘛想要安尼做吼，凊彩付费就有会当收钱，注重即种物件，你就会会心内就感觉足无公平。毋过若我来讲，我就是讲就是罔看，罔应话，若有听无听，有赞成无赞成，我嘛无差，这就是心情足平常诶。即个时阵，我就感觉讲足自由自在。毋过有可能会伫什物讨论爱讲台语无？爱写白话字敢爱？这可能我就有一个立场，就无遐平静，就无遐自由。所以讲，这世界就是足五色人讲七色话，袂晓讲迄句话。就是伫即个世界，就是有足侪会来甲你挑战，毋是遐顺利，逐个拢会甲你认同。毋过你若无去要伊讲，这哪有啥伊有诶人会讲这好，有诶人袂讲这好，这就是就是看有看遐重，抑是无看遐重。无看遐重，当然就是较自由自在，拢无看遐重。若看足重，佫无共款啊，就是人若无认同诶想法，甲你较无共，也则是讲你讲诶，你若讲话意见人会讲无认同，有可能就无欢喜，变做讲有时阵欢喜无欢喜，真正甲讲这代志你是看诚开这嘛无要紧拄来讲我嘛是罔去这群组罔参考。毋过有一寡人可能拄啊好拄着即寡代志，伊就会看会一个投射你若讲你诶故事伊嘛会有即个情绪伫内底，就可比讲今仔日若有人去讲讲台语安怎再来安怎安尼，有一寡人讲无啥好势有诶人全台语安怎搁安怎，有可能我就认为我是受害者，我就白直啦就无欢喜就要甲人怨是共款诶道理，就是一个投射。若今仔日你讲即个翁外口有查某诶即个群组，我就罔看，嘛无对啥物有立场，有足大诶投射伫内底，足轻轻松松。所以我会当讲理解有一寡人，伊可能毋是讲我定着爱用啥物来杀吹台语吹杀台语无即种立场嘛，无即种无互人洗脑过，伊就足自然诶啥物拢会使袂有即个投射。若有人讲你台语讲甲安尼，即个腔这怪怪我相信迄个人嘛是笑笑尔尔，因为伊知影讲伊诶自信伫倒位，袂讲这个人讲出来就开始变做讲就开始摇摇摆摆这就是看有可能我感觉我是即个台语环境愈来愈落势愈来愈无遐兴诶一个受害者。
我用受害者来去看我甲即项代志的关系。举一个例就是我若写小说，用文字去写，无人伫看，看的人足少，可能是拢无，我就会感觉我是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即个现代社会逐个拢无爱看文字，袂去欣赏即个长的小说，我是一个受害者。毋过若我今仔日就是采取的想法，就是罔写、罔看、罔讲，嘛无去追求啥物，嘛无去信啥物，袂讲定着爱安怎，放轻松的即种态度，我看是会互家己较快乐，就是较自由，有可能伫即项代志内底我做袂到，伫别位我有法度，无要紧咯，因为人本来就毋是神，拢是做普通的人。毋过我若讲用我伫别位自由自在的经验去看，讲奇怪，伫遐有的人就是足高度大生气，我就想讲这无啥，人讲这我嘛好，人讲迄嘛甲我无伫代。我若甲即种态度、即种想法，阁会使重新去调整，讲我会足生气的，就是换一个位啦，就袂煞换一个群组去思考，就是安尼。有可能有一寡代志是我本来就较无信心，我会变做讲会晓伊。举一个例，就是今仔日若讲，即个台语先生讲我有一寡音就是失去因也是讲我音讲甲无正，互我真正会艰苦，为安怎会艰苦？就是讲这就是我足要伊的，就感觉家己较失败所在，较不足的所在，阁互人来提起。我是要安怎做？就是面对家己不足无要紧，较输人嘛无要紧就是因为这代志足要紧的，我若讲做一寡我介意的代志，补偿干扰像讲我拄开始嘛想讲，我诚爱学物件，学台语，学一个语言即个可能坎无遐悬，我就想讲至少我听有总是比啥物英文日语画图搁较好势。变做讲本来想要互家己有即个成就，有快乐，颠倒搁加忧愁，加烦闷。安那即马需要安怎调整？调整的方法调整的方法就是就是去想看觅讲我面对别项代志就无要无紧。无要无紧是诚好你就袂去讲别人讲啥就甲你刺客就是足贤互人刺客。讲两句就袂得啦所以讲较有信心，若较有信心的所在，较坚强知别人讲就是知别人讲。即马有一寡较无信心的即个领域无法度讲都知别人讲，所以我是爱建立家己的信心，家己的信心。有可能就是讲，就加讲口音若无好，我嘛毋是一个受害者啦，就是无食练，无食练，搁讲比别人搁较好，我就
我著天才啊，我著毋是天才，哪会掠著毋是啊，著毋免用即个语言天才即个来要求家己我有我家己较专长诶所在有可能写文章这方面有比别人搁较敖淡薄仔。所以讲，即摆嘛毋是逐个拢伫咧找足敖诶人，足敖诶人毋是安尼亲像讲有一款亲子讲台语诶活动伫内底带头诶，诚济台语拢讲啊诚普通为安怎会去紧迄个人，毋是紧别人，当然就是伊有别位是有下即个做即项代志、做即项头路诶即个优点伫遐。若安尼就毋是讲今仔日台语讲较诚好即个调啊做偌水气诶毋是，这毋是有伊诶标准举一个例我有拄着一个台语诶家教，一个查甫伊虽讲台语讲啊诚好，毋过伊对台语着无迄个心伊嘛即个教人讲台语嘛是为着讲要趁钱去甲人好较甲人操蛋讲甲白耍家己诚厉害，毋过伊真正无甲即个保护家己台语搁较进步嘛无想讲要安怎无即个教学热情伊着想讲爱安怎较好趁，白讲了足济时间成本结果收共款诶钱伊若你若是安尼，着算即个人诶台语诚好口说诚好，伊嘛有缘无法度去做一寡工课着做一寡去吹沙台语去带人安怎，伊无即个心嘛，无即个热情，伊诶目标伫别位，所以讲台语讲甲诚好诚顺，这毋是为伊诶我拢会去骗讲这是为伊诶价值我若讲台语无讲啊像在来诶台语人讲啊遐好遐顺，安尼着代表讲价值无够着半桶屎你若讲今仔日爱去教人讲台语教人罗马字当然亲像我即种坎赞就较无够因为讲台语讲甲安尼有可能逐个听啊艰苦坐惯毋过我会使做别项我会使写创作创作就无有人讲你口语嘛爱诚好除非我今仔日是家己搁配音毋过嘛袂安尼做爱先写出来，写有物件，哪会先想讲配音的代志？所以讲，这就是有需要无需要，其实我无遐需要，毋过就是会牺牲，为安怎会牺牲？就变做讲，我会想讲写台文你愿意写就有这就无啥毋过若讲台语讲甲足煞喙的这就是爱有条件，有可能伊细汉有讲即马有即个环境即落共款的理路就是爱去追求一寡做袂到的愈做袂到愈想要追求愈失去这毋是家己互家己苦头家己找家己的麻烦所以讲过来今仔日有去看电影看即个公司请的就是心情放足轻松袂去想有诶无诶就去欣赏电影。虽讲看到后壁就一直爱笑讲
哪会上就美国人拍电影吼，拢理路拢做共款诶，有一个公式，就是变做讲尾仔逐个拢爱钱伫即个大只船吼，伫遐创这创迄。我想讲，是大只船较好拍片，抑是安怎？哪会无去即个旷野吼，即个风景诚好诶所在，伫遐相见，就是安尼嘛是笑笑诶，嘛是好耍好耍，就是即摆就是足侪代志变啊足无好耍，足无好耍诶原因就是我对家己诶要求去甲别人比拼，若愈无法度无法度讲诚紧诶时间就做会到诶，愈会想要去看着讲我无诶所在，意思就讲有诶代志若斗阵年间，即个无啥，就白说讲我有一个网友，伊英文诚好，搁去地球村去教人英文。这做会到，嘛足侪人做牺牲，会去报名诶人，有可能就是想要甲英文练甲甲伊共款好，变好，伊即马就达成别人诶目标，这毋是诚好，毋过即个人足识开诶，伊就是看着讲伊无诶爱去求诶，可比讲伊想要甲伊诶博士读了毕业，了后出业了后，伊就摕着即个博士诶资格，伊就有法度去找教授诶工课。变做讲我今仔日嘛无教授诶工课嘛无啥物博士诶学位，我嘛无差。毋过有诶人伊就会看着讲，对伊来讲有困难爱奋斗，而且就算拍拼无的卡会当完成诶，伊就要伊诶是家己无法度摕着诶，若斗阵年间就无啥，这都是一个人诶理路，我犹原是安尼。若讲我今仔日即个台语讲甲诚好，拄开喙讲无啦，我学3个月尔，3个月就讲遐好。我看若是安尼诶状况我就对即个讲台语讲甲足煞喙，就想讲这无啥。就足侪台语人嘛想讲，伊台语讲甲足顺，这无啥，伊自细汉就安尼，伊嘛无特别去学这无啥。伊颠倒想讲，我若有法度甲英文讲甲安尼写叫，这较有够。因为伊是斗阵年间，斗阵年间就无啥。毋过别人诶斗阵年间有可能是，我想讲我一直练哪会拢离即个目标佫有一块路这路足远诶无法度行袂到。即个时阵我就稀罕，我稀罕，别人无稀罕。别人稀罕咧，我颠倒讲这无啥。人就是一直安尼无法度用较好诶想法，都较欢喜诶想法，总是爱去想一寡家己搁爱奋斗诶。是讲这嘛是人类会当进步就是爱对家己不满意毋过若过头做啥物代志看家己拢是不满意，拢是看着家己无够好势所在。若安尼嘛无，若安尼其实嘛真正，若安尼真正就是讲，做人会做甲足艰苦坐挂就变做嘛无必要讲万项代志拢看甲上好上
拢看上快乐的一面，嘛毋免做甲安尼。毋过嘛毋免讲，就是比例的问题，我就会豆豆去调整，无讲百遍安怎做是上好诶。毋过我会当去调整，因为我即摆有发现即个问题。有的人就是可能翁外口有查某，毋过伊毋免去烦恼，烦恼讲会无钱通好用的问题。可能伊就有一笔钱，固定的，毋免烦恼钱，毋过爱烦恼翁。有的人是安尼，有的人是安怎搁安怎。我无法度讲我身躯边万项代志我拢看，拢是100分，也做袂到。毋过我会使讲，豆豆去调整，尽量去想，莫去甲伊想甲拢是做黑黑暗黑黑暗暗，黑黑暗暗暗，黑黑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有时阵去学这嘛趣味啦。就是我有一个压力，想讲我哪会练甲无正好啊？讲话阁会走音。有可能我对即个讲台语走音有足大诶压力。毋过我唱歌嘛走音，我就想讲这无啥。无法度要求逐个拢做到唱歌，就互唱歌足好听诶人伊加唱。我唱歌就普通，就不要紧对逐家唱，嘛快乐，嘛欢喜。毋过我甲讲台语即件代志，看甲过头严肃，伤过头就变做讲。爱欢喜就嘿，就是爱加强我诶欢喜心，就是安尼。